có của cải do cụ tù xuống đâu tua bao bao cụ lu xa tua cụ nhẹ nhẹ ra tu cụ chiang do tu thi chị mộng ơ sao là cái dạng子嘛今年是不论才一样色我女人开够了我女人开够了我嘛抓住个一零色地浪牛跟老一样nhà có ha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就当从你牛给好不好姑这样子姑呢你他过去的掉回过来迷路啊姑娘我打电话的我淘宝哥我找到那么走啥回来这个电台也牛给因为过来迷路超过他敢穿靠过他敢穿马过我跟了为啥这个电台也牛给因为过来迷路过来修灯过来修灯脑自己灯哪了为啥这个电台也牛给哈还是要过来迷路那么第二年找姑娘一忙到呢你还给打过了迷路了东东搞了的了你豆包死了这怎么在找我阿嫂子噻我看到怎么听你了喂没录事情这才录事情给我迷路啊tập kìa bây giờ có tôi mới nói gì我弄大电脑追路你了没有被结果都没来之前，我弄大电脑追漏来了没有？你别笑。妹妹有时候都很帅，但是呢就要靠实力了吗？妹妹有没包吗？妹有还在没点自信车的？妹妹有很没早，但是呢有还没到工天，都能容的那么就是姑，和妹妹的区别。都能容的那么就是姑，和妹妹的区别。第两年我跟我讲跟你去吃啥呢？那我们刚刚咕噜包包，你说嘞，我露出这，我自己在啥，肚子扭嘞。你这个手指超个蒙的啊！第两年，那就分手了。你关个这个照顾下噶，搞得这么早嘞，我请他个鸟的，跟老毛蛋子后过个第二三个印章哈。我的那个台州上来了，我今天没啥搞鸟搞了，之类没，我哪能如个鸟呢？个毛的脑子走呢，我没了。喂，有噶，我讲过箱子走呢。还是你分对我容他，不过这么早嘞，主动离开过，如果还分手，减轻过的负担，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这你哪行在对你最容啊？我当手机坏了，我爸爸马上就他没得了苹果手机，大家都只上容嘛。我当我只想借自行车没跟到呢，我哪行在给他没了一张包嘛？我哪行在对你电话容嘛？我没跟到，我当只想鸟学校不呢，我哪行在就下达，我来在鸟城市没一动真呢，被我的你都只包的都没到了哈。没你个鸟屎壳呢？没摸的东西被臭样子，一货店没拿没在看没嘞？哥，地老牛，马关凹桃子，一张绿服一张包吗？工作人就下子啊？没得叫鸟屎壳呢，又拿咋的咋？下到没本事还老是漏嘛？我摸的东西呢？我从来知道靠着人丢噶，知道靠着我哪个在哦？但靠过一头的人，穿牛穿得路的是，但靠过一头的人，穿牛穿得路的是，你好坏哟！地老牛，我想他商量的事情，主要商量哦，弄搞的哦，没分。我想摸，我都知道下的要摸两子那个就光摸。哎呀，我还只摸，你
怎么用嘛？我不是想弄这个来意见了嘛？哥呀，将来想弄过来意见？我嘞个这从头一二嘞弄过一下嘛。第二年我想这个想怎么这样子就上来嘞？我想摸，这怎么啊？姑这样子姑啊，你那都把摸样嘞，得咋要脚穿落来的呀？当真是那不夸等那少咋的啦？人牛，这个在小我奶奶呀，这小我奶奶娘不娘啦？这样噻，这样下哩，都这么用噻。第二牛，这还伢一多那样子感觉哎。我就喊呢，就是就得手里的机没 WiFi。我嘞，暗恋一多那样子感觉呢。就是哟，手着了 WiFi， 你的 WiFi 信号又强，就是这个密码。是那样子感觉呢。四零就是哟，本来可以自动连接的 WiFi， 突然没一弄，你断开了。我嘞，异地恋样子感觉呢。异地恋就是哟，本来个报 WiFi 密码嘞，就是哟，用 WiFi 立个更了，连着上。我嘞，就他两只床，也这样子感觉呢。要钱款呢？就是要你莫熬了 WiFi 的信号没？莫一路波没一会儿抢一会儿肉，一会儿抢一会儿肉嘞。你们老对抢没？你领老对嘛？你别笑。他有钱也这样子感觉。对，得叫买过举报了，就那么就是要没承诺的一类 WiFi 是嘛？对，得叫买过举报了，就那么就是呀。没承诺的一类 WiFi 是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故事，我能才能用去容易，形容我一怒，有的动物我落美娘，有到长姑娘，天气。